嗱，各位朋友，英國春天咧就嚟咗啦。咁通常咧，英國嘅春天咧，好多朋友咧就會去啲郊外地方咧就睇花嘅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咗漢普頓宮呢度咧，就睇一啲花，睇下呢度啲花咧有幾靚啊！嗱，漢普頓宮咧每一年咧都會有啲日子咧係可以有2日咧就放啲朋友落去咧免費入場嘅。咁平時入場就要俾錢啦。嗱，今日我哋入場咧就唔使俾錢啦。咁而且咧今日咧你見到個後花園咧真係好大啦，同埋好靚啊！啲花咧都已經開晒出嚟啦。咁咧呢個花園咧真係咧咁多年嚟咧，我哋喺倫敦咧都見過咧，都叫做都幾靚嘅地方。嗱，大家頭先睇完個花園咧就幾靚啦嚇。咁而家呢度咧就唔係花園啦，呢度就樹園啊！啲樹咧好似山咁大啊！咁大家可以睇睇啊。嗱，大家見到啦，皇室嘅後花園咧都咁大啊！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皇室嚟講，呢個咧都算係一個自己攞嚟玩嘅地方嚟嘅咋，即係唔係一個真係住嘅地方啊！因為咧喺15世紀嘅時候咧，都已經冇話皇室嘅成員咧喺度住噶啦。咁亨利8世咧就將呢一度咧就佔領咗，變咗做自己嘅地方，自己攞嚟玩嘅。咁啊，繼續咧，我帶大家入去睇下其他地方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江湖傳聞咧，阿亨利8世咧就同佢啲老婆咧喺度咧談情嘅地方啦，咁啊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啊！嗱，特登做一個咁嘅噴水池咧，攞嚟談情咧，都果然係有啲浪漫嘅感覺啊！咁啊，如果有情人嘅咧，就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嚟呢度咧談下情啊！嗱，喺頭先咧噴水池之後咧，過到嚟呢邊咧就可以見到一條咁長嘅河啊！嗱，呢條咧就當然啦，就係泰晤士河啦嚇。但係大家睇下幾靚。嗱，呢度係咪靚咧？嗱，一陣間咧我就喺呢度啦，帶一隻歌俾大家。嗱，今日咧就帶一隻咧我師傅湯俊業嘅新歌咧，叫為自己流淚俾大家。咁咧嗱，有時咧人咧去面對一啲困難嘅時候咧，尤其是男人啊嚇，都會咧好辛苦咁樣咧死撐啦，同埋忍晒所有嘅痛苦啊。咁當然啦，呢種痛苦咧都幾辛苦嘅。咁所以咧有一時候咧就真係咧應該要放鬆翻自己嘅情緒啦，即使喊都唔係錯嘅。咁當你放鬆咗自己情緒之後呢，你再面對困難嘅時候呢，你會有更大嘅能量嘅。咁希望呢，大家聽完呢隻歌之後呢，即使要面對困難嘅時候呢，都會可以放鬆自己嘅情緒啊！僅有的記憶或者搖搖欲墜，誰曾存在過？誠實來面對，傷痛的或者太傷，未可以說下去。若這是錯，什麼是對？為自己流淚流淚講下去，為自己流淚而流淚，真心的眼淚水，然後紅着兩眼回望過去，想好好入睡。沉寂那個性的思緒，願淚先放下，原諒自己心碎。
所有的結果集起成為自罪，靈魂在活過，情緒流下去。假若不懂得放手分析愛與恐懼，未必是錯，未必是對。為自己流淚而流淚寫下去，為自己流淚而流淚。真心的眼淚水，然後紅着兩眼回望過去，想好好入睡，沉澱那個性的思緒，沿淚先放下，誠實來問句，是我夜了夜了相隨，冇必要這樣撐下去。如果已太累，容讓自己流淚而流淚走下去，誰自己重遇和重聚，稀罕的眼淚水，然後才合上眼，抱住過去，默然沉睡去。沉澱了過後的根據，隨淚腺結聚，存在自己心裏。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